天王星逆回金牛座，該結束的終須結束，安全感再次被粉碎。天王星喺金牛座停留咗7年後，今年終於破天荒轉到雙子座，卻喺今日逆回金牛座，再次攻破嗰啲原以為落實穩固嘅事情，再次衝擊我們嘅安全舒適區。自2018年踏入金牛座後，天王星一直震盪着個人以至社會嘅核心價值，令我哋喺生活各種層面跳出長久嘅舒適圈，亦俾我哋見證着嗰啲你以為不會改變嘅人事物，嗰啲你以為最穩固最熟悉嘅一切，原來都會喺朝夕之間變得陌生，甚至瞬眼間被徹底粉碎。經歷咗天王星帶來嘅動盪過後，或許你已經適應咗那些年嘅變化，也願意作出了一啲改變。然而，當天王星再次逆回金牛座，佢可能會再一次震撼一個人嘅價值觀同安全感，令你打算重新建立嘅一切，又再一次受動搖。天王星嘅回首並非要狠狠咁打沉我哋，佢激發嘅事情正提示着我哋去反思。你急於開展嘅新路向，係咪真符合價值觀？定只係想揾個救生圈？你是否將內心對安全感嘅期盼轉移到另一人，就以為自己作出咗改變？過去7年喺生命中感受到嘅打，你會否再次重演？直到明年4月，天王星都會喺金牛座作最後停留，呢段時期正好俾我哋再一次去定義邊啲關係、邊啲事物、邊啲領域真正值得付出同投資。人總因為投入太多而害怕放手，於是喺恐懼下反而繼續投入越多，到頭來卻虧損更多。要擁有必須懂失去怎接受。若然你喺過去7年裏見證過天王星喺金牛座嘅組合係何等震撼，咁喺未來數個月裏，正好讓你喺經歷種種過後，讓該結束嘅都圓滿結束，讓該離開嘅都以最自由嘅方式離開。